各位啡粉、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咖啡室，我係主持大啡哥。喺巴士上層後排，突然有乘客話忍唔住，下一步應該點做先算最安全、最體諒？司機要唔要即刻清客？今日我哋用最新資料帶大家重整一宗發生喺2026年1月31日嘅巴士意外。中心人物就係嗰位急性腸胃不適嘅男乘客，點樣喺壓力之下逼到講出忍唔住呢句說話？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咁貼地，將交通熱話同背後脈絡講清楚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，我哋每次都會做足事實核查。最後仲有我哋嘅分析同留言環節，等大家一齊傾。講到呢度，開始入正題。事件係由一位女網民喺 Threads 發文分享，佢喺朗屏站上咗九巴268C，目的地係觀塘碼頭。大約朝早11點幾，去到大欖隧道禁區轉車站，有個女乘客行落下層通知車長，話上層有個男人突然急屎，忍唔住去咗車尾後排。上層啲人一時間都衝晒落嚟。車長於是停站，要求全車乘客落車等候處理。樓主落車之後，仲見到嗰位男乘客坐喺上層左邊尾2排靠窗位，佢自己就用大家睇路嚟提醒網友小心。呢段貼文其後喺社交平台好快發酵，吸引唔少人討論。老實講，正常情況下冇人想喺公眾地方大便，今次呢位男乘客係急性腸胃不適，當下只能講出忍唔住。網民反應分兩派，有人用幽默口吻講，亦有唔少人係真心體諒，話肚痛真係好難忍，佢都唔係故意。有人仲指出大欖轉車站有公廁，不過上層空間狹窄，遇到急性情況未必走得切。咁樣睇，其實唔少聲音都係鼓勵大家多啲包容，因為生理需要有時真係冇得控制。背景少少補充，268C 係九巴專營路線，由元朗朗屏出發，經大欖隧道去觀塘碼頭，屬於新界西北居民去市區嘅主要幹線，全程大概1個鐘。大欖隧道禁區轉車站係中途重要站點，設有公廁同休息區，但巴士上層冇獨立洗手間，尤其後排位遇到急性腸胃問題真係難以即時解決。按運輸指引，遇到衛生事故，車長可以停車疏散乘客，避免傳染同影響安全啊。九巴以往做法通常派清潔隊到場，視乎情況，清潔可能要30分鐘至1個鐘，再安排後備車接走乘客。爆點係咩？嗰一刻，上層啲人一窩蜂咁落樓，車長即時停站清客。呢個畫面感其實幾強烈。大飛哥睇法係呢位男乘客喺極度唔舒服之下，願意講出忍唔住。呢個坦白反而令車上其他人可以盡快反應，而車長即時決定疏散乘客，係保障安全同衛生嘅負責任做法。換位思考，如果佢硬係頂住，最後可能造成更大範圍污染，或者有人滑倒受傷，咁就更麻煩啦。有人會問司機可唔可以直駛到下一站先處理？其實要睇情況。大欖轉車站本身就係換車點，亦有設施，停低處理係合乎安全理據。再者，巴士每日載客量動輒300萬人次，任何衛生事故都唔止係一車人嘅事。點樣快、準、穩咁處理，先係保護所有乘客嘅方法。講翻網民反應，呢單 Threads 貼文累積咗500讚同200留言，有人用誇張說話去抒發厭惡感，但好多留言都係支持體諒，認為急性腸胃炎或食物中毒真係好難忍。冬季腸胃炎高峰期一直有數據支持。香港衛生署最新嘅資訊都提到，去到2025年底至2026年初，急症室腸胃病例上升咗大約20%。呢個大環境令事件更加令人理解。喺密集城市生活，大家高度依賴公共交通，一有衛生意外，自然會放大討論。最新進度方面，去到2026年2月2號，九巴未有就今次事件公開回應，未見運輸署或者警方介入記錄，原帖暫時未更新。不過以過往經驗，類似嘅情況，車公司會按程序清潔、調配後備車，確保行車安全。參考下過往案例，2024年城巴有機場線乘客嘔吐，乘車要暫時隔離大約1個鐘做消毒。2023年亦有6巴乘客喺車上大小便，司機冷靜處理獲讚。醫學角度講，急性腹瀉多由病毒、細菌或者壓力引起，硬係忍超過20分鐘，有機會引致脫水或者暈厥，醫生都建議盡快就醫。呢啲例子同專業意見點出咗一樣嘢，當人真係唔舒服，第一優先係安全同健康。咁乘客同巴士公司可以點做？乘客層面，外出可以自備簡單胃藥、濕紙巾。如果身體唔適，盡量選擇近身設有廁所嘅鐵路系統，或者喺有設施嘅轉車站落車處理。公司層面，有消息話近年加強空調過濾同喺部分設施加手部消毒站，對減低傳播有幫助。至於喺巴士裝洗手間，成本每欄可能逾100萬港元，短期內現實上唔容易，但加快清潔隊支援，提升應變部署，係可以即時改善嘅方向。呢啲都係務實做法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。
你如果係當日嗰位車長，會唔會都選擇即刻停喺大欖轉車站疏散乘客？你如果喺上層後排突然聽到有人話忍唔住，你會點樣協助？又或者將來巴士公司係咪應該喺轉車站加多啲告示同清潔支援，等突發情況可以快啲處理？不如喺留言同我哋傾傾。小傑今日重點，中心人物係呢位急性腸胃不適嘅男乘客，由佢講出忍唔住，到車長即時停站，再到網民呼籲體諒，整件事凸顯咗公共交通嘅兩個關鍵：安全優先，彼此理解。喺冬季高峰期，大家多啲準備同包容，唔止對自己好，亦都係對其他乘客嘅保護。最後送少少實用加料，醫生提醒出門前留意自己腸胃狀況，食物衛生要留神。一旦覺得有腸胃炎症狀，盡量揾最近有設施嘅地方處理，必要時就醫。遇到同車乘客唔舒服，記住先保持距離，冷靜通報司機等專業處理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分析幫到你，記得訂閱娛樂咖啡室 ，like 同 share 俾身邊朋友，撳下個鐘仔，之後每次有最新交通熱話同深度解讀，你都唔會錯過。順帶一提，如果大家最近要去旅行要訂機票酒店，可以係影片描述欄撳我專屬優惠連結，慳住玩，玩得放心。今日關鍵字就係 268C 大欖轉車站，體諒、衛生、冬季腸胃炎，你點睇？今次車長嘅決定同乘客嘅反應，喺留言區同我哋講翻你嘅親身經歷或者建議。多謝收睇娛樂咖啡室，我係大飛哥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。